老友記，你有冇見過公園長凳嗰班老人家一字排開，好似陳列品咁，面口繃緊，眼神空洞，望住地下或者望住遠方，但其實乜都無望，成身深色衫褲，灰沉沉，皺紋唔係歲月嘅勳章，後行嘅白旗。你同佢講嘢，佢反應慢三拍，話題永遠圍繞啲骨痹嘅舊事。一係就呻呢度痛嗰度痛，一係就數算邊個親戚幾耐冇嚟探佢。你再望真啲，佢哋身體機能可能仲行得食得啊，但你感覺到佢個靈魂已經熄咗燈，好似一朵擺咗好耐嘅花，花瓣仲喺度，但係顏色同水分全部抽乾晒，俗稱謝晒。呢種謝係由內到外散發出嚟嘅霉味。呢班唔係老人，呢班係被歲月打殘嘅俘虜。我話你知一個數字，你坐穩。世界衛生組織做過研究，退休之後完全停止社交活動同學習新事物嘅群體，佢哋嘅認知能力衰退速度係持續保持好奇心同社交活躍人群嘅3倍。3倍啊，老友！你坐喺公園度等日落，你個腦就喺度加速萎縮。仲有另一個更得人驚嘅研究，哈佛大學一個長達75年嘅成人發展研究啊，結論係乜？決定一個人晚年幸福同長壽嘅關鍵因素，唔係你銀行有幾多錢，唔係你血壓有幾靚，而係你同身邊人有冇高質量嘅情感連結。但係呢啲情感連結絕對唔係靠你委屈自己扮好人，事事遷就而得返嚟嘅。你越無稜角，越無個性，就越無人願意花時間同你建立真正嘅連結。你只係一個報警板，一個功能鍵，一個邊個。但呢個世界有俘虜，自然有梟雄。你擰轉頭睇下中環或者尖沙咀嗰邊間高級酒店嘅咖啡廳，你就會見到我一件鮮色到刺眼嘅唐裝，可能係桃紅，可能係蘋果綠質料上乘，剪裁企理。台面唔係一杯寡淡嘅滾水，係一杯年份靚嘅單一麥芽威士忌，或者係一壺濃到化唔開嘅普洱。我坐喺度，眼神好似鷹咁掃視住。全場見到靚女經過，嘴角會微微上揚，唔係猥瑣，係欣賞，係對生命力嘅一種致敬。我揸住酒杯同朋友高談闊論，講緊啱啱喺深水埗試咗碗咩嘢，驚為天人嘅豬忽麵，或者鬧緊時下嗰啲後生仔寫字無風骨。我面上有皺紋咩？有，而且仲唔少。但你唔會覺得我老，你只會覺得我呢個老嘢好招積，好有火，成個人好似一團燃燒緊嘅煙花，噼啪作響，隨時爆出令人驚喜嘅光芒。點解同樣係幾十年嘅肉身，有人活成咗一條鹹魚，有人活成咗一條生猛嘅龍蝦？今日我就塞錢入你袋，同你拆解下呢種火氣養生法。呢套嘢唔係我踎喺書房憑空諗出嚟嘅，係我食盡四方，玩盡人生，同閻羅王傾過好多次偈之後，用真金白銀同埋無數快樂嘅光陰換翻嚟嘅終極結論。如果你唔想人生下半場變成公園嗰班謝晒嘅展品，如果你心底裏仲有少少一撮唔服輸嘅火種，咁你就拔唔實個熒幕，因為接下嚟講嘅嘢分分鐘會顛覆你對養生同埋衰老嘅所有認知。如果你唔想人生下半場變成一場漫長而痛苦嘅等待，你最好訂閱呢個頻道，因為我會持續同你分享點樣喺呢個越嚟越荒謬嘅世界入面，活得比任何人都招積，比任何人都清醒。好多人問我
你怕唔怕老？我就同佢講：我驚乜嘢？我驚嘅唔係老，係苦。你睇下身邊幾多人一過咗50歲就開始自動波進入一種自我了斷嘅程序。佢哋唔係病死，係聽話聽死嘅。呢個只係衰老最恐怖嘅真相，唔係啲皮膚起晒治理，唔係行路要用拐杖，係個心態謝晒。你一旦對呢個世界無咗胃口，就算你啱啱做完體檢，嗰張報告靚仔到可以攞保險金，你都已經係一個不折不扣嘅老人。我成日話生理年齡係一個毫無意義嘅數字。我見過好多80幾歲嘅後生仔，佢哋仲會因為食到一碟好嘢開心到跳舞，仲會因為見到一個靚女而心跳加速，仲會因為學識一樣新嘢而好似細路仔得到新玩具咁興奮。但調返轉，我見得更多嘅係40歲出頭嘅活死人。你叫佢去試間新餐廳，佢嫌遠嫌貴嫌唔及屋企煲嘅粥咁有營養。你叫佢去學下用個智能手機，佢耍手擰頭話老人家學唔嚟嗰個螢幕篤篤下好麻煩。你同佢講社會上發生咗啲荒謬嘅新聞，佢一係就長嗟短嘆，一係就話政治嘅嘢我唔識，然後即刻擰轉面繼續睇佢嘅無線電視劇。呢班人佢哋嘅靈魂好似俾人掹咗插蘇，無咗電源，成個人謝晒。你望下佢對眼係混濁嘅，係冇焦點嘅，因為佢哋對呢個世界已經冇咗好奇心，冇咗探索嘅慾望。好奇心係咩？好奇心就係生命嘅電源線啊！你抌咗佢，你部機幾靚都好，都係廢鐵一堆。點解佢哋會搞成咁？原因好簡單，因為太想做好人，結果委屈咗自己成世，委屈到最後連自己係乜都唔記得咗。由細到大，我哋俾人灌輸嘅觀念就係要聽話，要做個乖乖仔。喺學校聽老師話出嚟做嘢，聽老細話結咗婚，聽老婆話老咗就聽仔女話。佢哋話食煙唔健康，你就即刻戒。雖然你心入面覺得食完飯扯返支煙係人生一大樂事。佢哋話飲酒傷肝，你就滴酒不沾。從此同班老友記斬纜，因為冇咗酒，男人嘅聚會就變成咗枯燥嘅健康講座。佢哋話肥豬肉高膽固醇，你就望住嗰碟東坡肉流晒口水都唔敢夾一嚟。成餐飯就係食啲白晏菜，口都淡埋。你以為咁樣就係養生？你以為咁樣就係為你好？你錯晒。你呢啲唔係養生，你呢啲叫養醫生。你呢啲唔係為你好，係為嗰啲藥廠同醫療集團好。你將自己變成一個毫無路角、隨波逐流嘅好人，以為順從就會換嚟世界和平，換嚟家庭和睦。結果呢，你得到嘅只係一個無癮嘅人生。你做咗一世好人，到頭來無人真心尊重你，因為你無立場。無人覺得你有魅力，因為你無個性。你只不過係一個容易話為嘅阿伯，一個喺家族聚會負責睇住啲細路坐埋一角，無人得閒理你嘅報警版。呢個時候，你心入面嗰團火就熄咗，你開始覺得自己無價值，開始覺得自己係負累，開始覺得人生無乜意思，然後病痛就嚟揾你。唔好誤會，我唔係話病痛係由心理直接變出嚟，而係當你心態謝晒，你嘅免疫系統都會一齊謝，你嘅身體收到大腦嘅信號。老細，我哋嘅人生都玩完㗎啦，唔使咁努力抵抗嗰啲病菌啊。是但啦，呢個唔係我亂噏，
心理神經免疫學做過大量研究，長期嘅孤獨感同壓抑情緒會導致體內嘅皮質醇水平持續偏高。呢種壓力荷爾蒙會直接抑制你嘅免疫細胞活性，令你體內嘅慢性發炎指數持續上升。簡單講，你嘅委屈、你嘅順從、你嘅壓抑，全部都喺度用分子嘅形式，逐班逐班咁蠶食緊你嘅生命。由得佢係一種好恐怖嘅慢性毒藥，所以我嘅養生法同主流完全相反。我嘅核心就係一個字：火。呢個火係心入面嗰份唔服輸同埋對萬事萬物嘅好奇心。你睇下啲細路仔，佢哋點解咁可愛？因為佢哋周身火，佢哋見到咩都要掂下，見到咩都要放入口試下，跌低咗喊兩聲，下一秒見到蝴蝶又笑住去追。呢種原始嘅生命力就係火。好可惜，好多人一出社會，呢團火就俾現實嘅冷水兜頭淋熄。但如果你想長壽，而且係有尊嚴、有樂趣咁長壽，你就必須要好似保護你銀行戶口嗰啲錢咁，誓死保護你心入面嗰團火。我點樣保持呢團火？咪就係玩咯。我成日話最好嘅人生就係盡量咁食吃喝喝。呢句説話俾好多人斷章取義，話我鼓吹放縱。話我知，如果你食得是福餐，餐大魚大肉就叫放縱，咁你對人生嘅理解都幾膚淺。我所講嘅食吃喝喝係一種對生活極致嘅投入同欣賞。你要食就要食最好嘅。乜嘢叫最好？唔係最貴，係最對味、最新鮮、最講究。為咗揾一碗正宗嘅雲吞麵，我可以由香港島搭車去九龍，行勻成個深水埗。當我終於揾到嗰粒雲吞，皮薄餡靚，蝦肉爽彈，湯底大地魚味濃郁，我咬落去嗰一刻嗰種滿足感，嗰種快樂就係我身體最強嘅抗氧化劑，比起你食嗰啲乜鬼提煉出嚟嘅。葡萄籽精華有效1000倍，而且味道好10萬倍。因為你快樂，你嘅身體就會釋放內啡肽同多巴胺，呢啲神經遞質唔單止令你心情愉快，仲會實實在在咁增強你嘅免疫系統功能，調節你嘅心血管健康。呢啲嘢唔使錢買，只要你肯用心去體驗生活就有。同樣道理，我飲酒，我從不酗酒，但我享受微醺。一班老友坐埋開支靚威士忌，傾下以前嘅風流韻事，鬧下呢個荒謬嘅世界，嗰種酣暢淋漓，嗰種肝膽相照，係你一個人孤零零飲緊紅菜頭汁，永遠冇辦法體會到嘅。飲酒傷肝，我話你知，孤獨同委屈比酒精傷肝100倍。我識得有啲人煙酒不沾，日日食有機蔬菜，做足運動，但係成日怨天尤人，妒忌人哋，成日諗住邊個對佢唔住，結果50歲出頭就百病纏身。你再睇下我，食肥肉、飲濃茶、享受美酒，到而家仲可以同你喺度高談闊論。你話邊個嘅養生方法先至係真正有效？你再望下我點樣對待嗰啲新科技，好多同我年紀差唔多嘅人，一見到個智能電話就頭痛，話乜鬼新時代玩意我唔識，我就唔同我好奇心爆棚。我玩微博，我玩 Facebook， 我甚至去研究，問佢蔡瀾係邊個，睇下佢點答我。我覺得呢啲嘢好過癮。當你抱住一個玩樂嘅心態去接觸新事物，你個大腦就會不停咁轉，不停咁學習。神經科學有個概念叫神經可塑性，意思係你個大腦即使到咗晚年依然有能力建立新嘅神經連結，依然可以學習新技能。
前提係你要持續俾佢新嘅刺激。你日日俾啲新信息、新刺激佢，佢就會保持活躍，唔會咁快謝晒。你唔信？你試下約你個仔女，教你用一個新嘅手機應用程序，然後好似打機咁慢慢摸索。當你成功做到一啲你以為自己做唔到嘅嘢，嗰種成就感就係俾你大腦食嘅補品。呢啲補品一樣唔使錢，而且絕無副作用。我成日鬧人見到嗰啲虛偽、做作愚蠢嘅人，同時我係唔會俾面嘅。我話知你係乜嘢大富豪定係高官，我睇你唔順眼就一定出聲。好多人勸我蔡生年紀大啦，收下身養下性啦，唔好咁大脾氣。我就話我鬧人唔係因為我脾氣差，係因為我心中有把火，有條界線。我鬧你係我仲當你係人，我仲願意浪費我嘅能量去指正你。如果我連鬧都費事鬧你，即係話你喺我眼中已經係透明，你先至要驚。呢種有話直說嘅態度令我成個人好舒暢。我唔會將啲唔開心、唔認同嘅嘢收埋埋，谷到成肚氣。谷氣就係萬病之源。你有冇聽過一句説話叫心平氣和？但你見唔見到好多心平氣和嘅老人家，其實係死氣沉沉。佢哋唔係真係平和不動心，佢哋係連心都唔想喐。真正嘅健康係好似一個煲滾咗嘅水，有蒸汽、有聲音、有動感，而唔係一潭死水。你以為沉默是金係修養？我話你知，好多時候嗰啲叫人睇開嗰啲凡事忍讓嘅所謂人生智慧，本質上就係一場龐大嘅精神去世。佢哋想你無火，想你聽話，想你乖乖地坐喺個框框入面，咁呢個社會就少咗一個製造麻煩、挑戰權威嘅人。你睇下，由細到大，屋企、學校、公司，全部都係一套打磨尼角嘅機器。你入去之前係嚟有棱有角嘅石頭出到嚟，最好變成一粒圓滑一模一樣，可以砌入任何一個窿嘅鵝卵石。呢個過程，佢哋有個好聽嘅名叫成熟，但實際呢，係將一個活生生有血有肉嘅人變成一件標準化嘅商品。你啲稜角去晒邊，就係俾佢哋慢慢磨走咗。你嗰啲我唔中意，俾隨便啦取代咗。你嗰啲我認為俾你話咧取代咗。你嗰啲我要試下俾無謂啦取代咗。你以為你係識做人，其實你只係變成一個容易管理嘅個體，一個對任何權力結構都無威脅嘅順民。呢種生存策略，後生嗰陣或者幫你保住份工，但到老咗呢個策略就會變成你嘅催命符。點解？因為世界對好人最唔公平嘅地方就係佢永遠係被犧牲嗰個家庭聚會。因為你最好相遇，所以你坐接地凳食雞頭，最後一個夾餸。資源分配，因為你最唔出聲，所以你個需求永遠俾人擺喺最後，甚至完全忽略傾偈溝通。因為你最冇所謂，所以你講嘅嘢無人認真聽，因為大家都知道，反正你都係冇立場。咁樣嘅人生，你話點會唔苦你嘅委屈？日積月累，堆喺心口，變成一猶鬱結。你唔敢發脾氣，唔敢表達真正嘅感受，你驚破壞關係，驚人哋話你小家驚仔女唔高興。但你有冇諗過，你為佢哋犧牲咗自己嘅尊嚴同快樂換翻嚟嘅？可能只係佢哋覺得我阿爸阿媽好易華為嘅一句輕飄飄嘅評語，一啲都唔珍貴。你嘅犧牲係零價值。
我想同你講個現象，呢個係我觀察咗幾十年嘅血淋淋嘅真相。喺一個家庭入面，最自私、最任性、最難服侍嗰個長輩，往往得到最多嘅關注同照顧。因為所有人都知道，如果唔滿足佢嘅要求，佢會發脾氣，會鬧人，會令到成個家庭雞犬不寧。為咗平息呢場風波，大家都會不自覺咁遷就佢，將資源傾斜俾佢。相反，最體諒人、最唔出聲，事事都話唔緊要，嗰個往往俾人遺忘喺角落頭。仔女會覺得，反正你都冇所謂，反正你都咁識諗，咁我遲啲再睇你啦。呢個遲啲遲下就變成咗無期，你嘅體諒變成咗縱容佢哋忽略你嘅通行證。呢個唔係佢哋唔孝順，呢個係人性。人性就係會將精力放喺最迫切、最會發出聲音嘅問題上面。你唔發出聲音，你就唔係一個問題，你只係一個背景。所以真正嘅尊重，從來都唔係靠委屈求全求翻嚟嘅。你見過邊個受人敬重嘅老人家係一個無腦角無脾氣，淨係識得笑騎騎嘅應聲蟲？你諗下，嗰啲喺家族入面講嘢，擲地有聲，仔女孫輩都要俾幾分薄面嘅老一輩，邊個唔係有個性、有威嚴，甚至有少少難頂嘅？佢哋嘅説話有人聽，因為佢哋嘅説話有重量，而重量就係嚟自佢哋嘅原則同埋不妥協。一個隨意可以被說服嘅人，佢講嘅嘢係無重量嘅。所以你嘅好人病一定要醫。點醫？好簡單，由今日開始練習講3個字：我唔中意。當你唔想食嗰嚿肥膩嘅扣肉，唔係因為你驚膽固醇，係因為你今日唔想食，你就講我唔從意。當你唔想去一個無聊到極點嘅親戚聚會，唔係因為你身體唔舒服，係因為你覺得浪費時間，你就講我唔得閒，就係咁直接，唔需要解釋，唔需要道歉。你一開始會覺得好難，好唔習慣，好似除晒衫褲俾人睇晒咁唔安樂。但你要相信我，當你第一次成功咁拒絕咗一個你一直唔敢拒絕嘅請求，你嗰種由心深處湧出嚟嘅爽快感覺係筆墨難以形容嘅。呢種爽就係你重新奪回人生主導權嘅第一炮。呢種爽就係嗰團火嘅助燃劑。你開始意識到，原來我可以咁樣活。原來呢個世界唔會因為你拒絕一次就崩潰，反而你嘅界線建立咗出嚟，人哋先至知道點樣同你呢個有框架、有尊嚴嘅人相處。呢個係心理建設嘅第一步，亦係最關鍵嘅一步。如果你呢一步都唔敢行出，你只係繼續喺條舊路上面行，行向一個你已經睇到終點，而終點係一片灰沉沉、充滿委屈同遺憾嘅墳墓。當你開始攞返嗰啲唔聽話嘅勇氣，你就會慢慢發現，原來個世界有好多好嘢等緊你，只係你以前俾規矩綁住咗對眼睇唔到。呢度就涉及到我成日講嘅胃口。呢個胃口唔單止係食嘢嘅胃口，更加係對知識、對體驗、對生活所有一切嘅胃口。一個人老咗，最大嘅跡象就係佢嘅生命胃口閉塞咗，佢對未去過嘅地方冇興趣，因為佢覺得舟車勞頓好辛苦。佢對未食過嘅嘢冇興趣，因為佢覺得腸胃接受唔到。佢對未見過嘅人冇興趣，因為佢覺得無心力去認識新朋友。佢將自己縮喺一個好細好細嘅安全區，然後同自己講：呢啲叫平淡是福，平淡是福。
你連濃都未試過，你有咩資格講淡？你一生人都係飲緊嗰杯溫吞水，你就話人哋飲烈酒嘅人傷身，你連傷身嘅資格都未有啊！真正嘅清淡係你試過大魚大肉，飲過最烈嘅酒，愛過最狂野嘅人之後，你選擇返璞歸真，因為你覺得清淡都好好味，呢種先至係境界。你由始至終都係清淡，嗰個叫無得揀，唔係境界。所以我主張老咗要更加有胃口，你要好似一個啱啱出世嘅 BB 仔咁，對世界充滿咗赤裸裸、不加掩飾嘅貪婪同好奇。呢份貪心就係你對抗死神最鋒利嘅武器。你諗下，如果你聽日就要死，但係你後日 book 咗位去試一間新開嘅，聽講佢個叉燒用咗西班牙黑毛豬，有一位米芝蓮3星大廚嘅徒弟煮嚟嘅餐廳，你點捨得死？如果你聽日就想兩腳一伸，但你部手機仲下載咗一個最新嘅可以模擬環遊世界嘅虛擬實境遊戲，你仲未玩，你點會想死？如果你聽日就覺得生無可戀，但係你約咗個好耐冇見，以前一齊追過女仔嘅老死，下星期去飲茶，你點會想死？呢啲一個又一個嘅掛念，呢啲未完成嘅期待，我就係你條命嘅支柱，就係拉住你唔俾你跌入虛無深淵嘅蜘蛛絲。你嘅人生待辦事項清單越長，你嘅生命力就越頑強。呢個清單唔係要你去完成咩驚天動地嘅大業，只係要你好似一個玩家咁，不停地為自己發掘新嘅任務。呢個任務可以係去深水埗揾到傳說中嗰檔用新鮮牛肉做湯底甜到你叫救命嘅牛丸河，可以係去學一樣你一直覺得好型但冇時間學嘅嘢，例如吹色士風。想像下你80歲大壽，可以喺台上演奏一首 Unchained Melody， 型到震。可以係去認真研究下咖啡豆，由伊索比亞嘅耶加雪菲飲到巴拿馬嘅藝妓，搞到成個廚房好似個化學實驗室咁。可以係約一個你覺得好有魅力，只係純粹想同佢傾下偈嘅異性朋友食飯，感受下心跳加速嘅感覺。記住，我話嘅係玩，唔係捱。千祈唔好將呢啲嘢變成壓力。有啲人話我要學書法，然後逼自己1個星期寫5篇字，寫到膊頭痛。嗰啲唔係玩，係受刑。玩係隨心所欲嘅，從意就玩，唔從意就放低。今日玩得開心，聽日可以繼續。唔開心就揾個第二樣嘢玩。最重要嘅係嗰份探索同發現嘅過程。當你發現原來用個氣炸鍋可以整出咁脆嘅燒肉，原來上網可以睇到莎士比亞戲劇嘅現場直播，原來用手機應用程詞聽雀仔叫聲可以分辨到公園入面有幾多種雀。呢個大腦就會好似一個開滿咗引擎嘅火箭，充滿能量，再冇空間同時間去諗我係咪好老，我仲有幾耐命呢啲咁無謂嘅問題。呢個就係我所講用對人間煙火嘅極致追求去續命。呢啲追求係實實在在嘅快樂，俾你食幾多粒補充劑，做幾多鐘頭運動都要有效。你睇下。我識得有啲老人家，佢哋嘅人生樂趣就係打理佢嗰個天台嘅花園。佢可以為咗一棵曇花今晚開花，成晚唔瞓覺，擔張凳仔坐喺度，由佢含苞待放，一直睇到佢燦爛盛開，再慢慢凋謝。你會唔會覺得呢個老人家好可憐？一啲都唔會。你會覺得佢好型，好有生命力。
因為佢嘅生命同嗰棵曇花嘅生命喺嗰一刻連結咗，佢見證緊一個生命嘅高峰。佢心入面嗰團火就係為呢啲美好嘅事物而燃燒。呢啲美好嘅事物可能係一碗麵、一首歌、一個笑容，或者只係一個下午無所事事，但心中充滿寧靜喜悅嘅時光。當你將注意力放喺呢啲具體微小、單薄微小但真實嘅快樂上面，你就會自動波同嗰啲消耗你能量嘅負面情緒保持距離。你冇時間去諗仔女點解咁耐唔打嚟，冇時間去諗隔離嗰個師奶係咪講你壞話，冇時間去諗自己個膝頭哥係咪又退化咗0點幾毫米。呢個世界會由同人比較同自我憐憫轉移到自我滿足同世界探索。呢個轉移就係從謝到盛放嘅關鍵。講到呢度，我想同你深入探討一個更加核心嘅問題：點解我哋會咁容易就跌入呢種討好型人格嘅陷阱？呢個問題唔單止係個人性格，更加係一個文化問題。我哋呢代人由細就俾儒家思想嗰套溫良恭儉讓洗腦，孝道順從謙卑，呢啲價值觀本身無錯，但係去得太盡，矯枉過正，就會變成一種精神枷鎖。你以為你聽晒仔女話，佢哋就會孝順你？你錯啦！我見過太多例子，嗰啲用盡一切方法去討好仔女嘅父母，最後換翻嚟嘅係仔女嘅輕視同疏遠。點解？因為你嘅討好係一種無形嘅壓力，係一種情感勒索。你嘅潛台詞係：我為你犧牲咗咁多，所以你一定要對我好好地。呢種道德綁架會令到仔女好想逃離。相反，如果你活得獨立精彩，完全唔使靠佢哋，佢哋反而會主動走過嚟黐你。因為你嘅生命能量係滿瀉嘅，你好似一個發光體，自然會吸引佢哋飛過嚟。呢度我想分享一個我好從意嘅概念，叫情感獨立。呢個概念我係從心理學家溫尼科特嗰度得到啟發嘅。佢講過一個成熟嘅人係有能力獨處而唔會感到焦慮嘅。呢種能力就係情感獨立嘅基礎。你唔需要靠其他人嘅認同同關注去證明自己嘅存在價值。你自己一個人都可以好開心、好充實。你可以自己同自己去旅行，自己同自己去試新餐廳，自己同自己喺屋企睇一套好電影，然後感動到流眼淚。當你擁抱咗呢種孤獨，你反而會變得更強大，因為你唔再害怕失去任何人。呢種無所畏懼嘅心態就會令你散發出一種難以言喻嘅魅力。人哋會覺得你呢個老嘢好有型，好有性格，好想了解下你個世界係點樣嘅。再講遠少少，呢種討好型人格嘅泛濫，同現代社會過分強調正能量都有好大關係。成日有人同你講要保持心境開朗啊，唔好咁多負面情緒啊。結果好多人就將啲憤怒、委屈、唔開心全部壓抑晒喺心入面，唔敢表露出嚟。但係情緒呢樣嘢，你壓抑咗佢，佢唔會消失，只會喺你個身體入面揾另一個出口，可能變成失眠，可能變成高血壓，可能變成無名腫毒。所以我主張情緒係要流通嘅，開心就笑，唔開心就喊，憤怒就鬧，鬧完成個人舒服晒，第二日又一條好漢。呢個先係真正嘅情緒健康。你睇下我成日鬧人，但我夜晚一覺瞓到天光，因為我冇將啲垃圾情緒帶上床。你學唔學到嘢？所以當你問我
老咗點樣先可以唔惹人厭，甚至仲招人寵意？答案就係你要變成一個好玩嘅人，而唔係一個好用嘅人。好用嘅人係工具，好玩嘅人係珍寶。呢個世界工具周圍都係，珍寶就好難求。你試下將自己由一把螺絲批變成一件藝術品，點變？我俾3招實操嘅心法，你唔係乜嘢高深學問，係我一世人跌跌碰碰得返嚟嘅經驗。第一招，死都要揾樣新嘢嚟玩，而且呢樣嘢最好同你嘅過去、你嘅身份完全無關係。你後生嗰陣做會計師、數口證，老咗就唔好再去報讀啲乜鬼投資理財班，證明自己仲有腦。你不如去學整陶瓷，將嚟喺個轉盤上面，靠你一雙手由混沌變成一個有形狀、有美感嘅器皿。嗰種由無到有嘅創造力，會令你對自己嘅能力有一個全新嘅認識。你以前做老師教咗一世書，老咗就唔好諗住出書講教育。你去學跳拉丁舞，感受下身體點樣跟住強烈嘅節奏擺動，同一個陌生人透過身體語言建立默契。嗰種原始嘅熱情會幫你釋放積壓咗幾十年嘅道貌岸然。你話我手腳唔協調喎，邊個話玩一定要叻？玩嘅目的從來都唔係要贏，係要享受過程。你跳得核突，你同你個舞伴一齊笑到肚痛，呢種快樂比起你一本正經咁攞個書法獎有過之而無不及。最怕就係你一開始就同自己設限。我咁老，邊度學得嚟嘅？呢句説話唔該你由今日開始喺你腦海入面徹底刪除。你學唔嚟，唔係因為你老，係因為你未試就先認輸。你連試都未試，點知自己學唔嚟？我呢，到而家見到有人玩滑板，我都有衝動想踩上去試下。雖然我知道我一定會跌到攤攤腰，但係嗰下想試嘅衝動就係年輕嘅證明。你要抱住一種玩單機嘅心態。你玩一隻單機遊戲，你嘅對手唔係其他人，係遊戲本身設定嘅關卡同埋昨日嘅自己。你唔使同人比較，唔使理會人哋嘅進度，你只需要專注於自己眼前嘅關卡，諗辦法過關。過咗關就拍下手掌，獎勵自己食餐好嘅。呢種自得其樂係最高境界嘅養生。第二招，大刀闊斧咁拒絕所有你唔中意嘅應酬，斬釘截鐵，不留情面。人生已經夠短，你仲要浪費時間喺嗰啲你根本唔想見到、一啲都唔享受嘅飯局同聚會上面。呢種行為同慢性自殺有咩分別？你諗下，你去出席一個遠房親戚嘅婚禮，成圍台，你淨係識得新娘嗰個阿媽，即係你個表姐，然後成晚你就係同嗰啲三唔識七嘅人進行嗰啲極度虛偽嘅對話。哎呀，你個仔讀邊間大學啊？哇，你好後生喎，點保養㗎？呢啲説話講完等於冇講，你唔講仲好，起碼慳返啖氣暖肚。你成晚就係不停咁睇表，心諗我喺屋企睇套電影唔好，就算係一個人食個即食麵，加多2條菜心，再開罐啤酒，都好過喺度受呢種精神折磨。我話你知，呢啲場合消耗嘅唔單止係你幾個鐘嘅時間，更加消耗緊你生命嘅能量。嗰種假笑，嗰種無意義嘅吹水，會令你散咗道氣。你返到屋企會覺得好攰，一種精神上被掏空嘅攰。呢啲辛苦事絕對唔可以做。你以為你去係俾面人哋，但人哋根本唔在乎多你一個定少你一個。
你只係人頭，只係填滿個場嘅一個數字。你嘅存在對佢哋嚟講毫不重要，但你毀咗呢個毫不重要，犧牲咗一個可以令自己真正快樂嘅晚上。呢條數你識唔識計？由今日開始，所有呢啲你唔想去嘅聚會，你就直接講我唔得閒，唔需要解釋，因為解釋就俾位人游説你。我嗰日有啲唔舒服，哎呀，好小事啫，出嚟坐下啦。我約咗人啦，約咗邊個啊？改期得唔得啊？你永遠拗唔贏嗰啲熱心說客，所以最強而有力嘅回應就係得3個字：唔得閒，然後收線。呢個世界會因為你收咗線而停頓咩？唔會。但你個世界會因為你收咗線而多咗一個完全屬於自己嘅寧靜而可控嘅空間。呢啲空間只係你用嚟滋養生命、保持火氣嘅聖地。第3招同時係最重要嘅一招，就係要保持一份唔聽話嘅稜角，仲要引以為傲，唔好俾人磨平你。你嘅觀點、你嘅品味、你嘅生活節奏，係你用成世人嘅時間去建立嘅。點解到咗晚年，反而要俾啲甚至可能智商閱歷都唔及你嘅人指指點點？佢哋話你咁老食咁濃味唔健康，你可以笑住同佢講：我食咗80年，醫生都死咗幾個，我仲健在。你話呢？佢哋話你着到咁紅咁綠，唔襯你個年紀喎。你可以上下打量佢，然後話：我着衫係為咗自己開心，唔係為咗襯你個灰沉沉嘅審美。佢哋話你咁樣講嘢得失人多啦，你可以大笑。我嘅朋友就係從意我咁講嘢，頂唔順嗰啲走晒，我審翻啖氣。呢種反應唔係要你去做一個乞人憎嘅老嘢，恰恰相反，一個有個性、有火氣、有底線嘅人，先至會得到真正嘅尊重同欣賞。因為你真，呢個世界絕大部分人都戴住面具做人，講埋啲行貨説話，虛偽到不堪。而你到咗呢個年紀，可以坦蕩蕩咁做翻自己，誠意就誠意，唔誠意就唔誠意。呢份真本身就係一種極具感染力同吸引力嘅人格魅力。你睇下點解有啲老人家咁得後生仔女寵意？唔係因為佢哋追住後生仔女去扮翻，去學佢哋啲潮語，搞到自己不倫不類，而係因為佢哋好似一座寶庫，身上有好多歲月沉澱落嚟嘅故事同智慧，但同時佢哋個靈魂仲係好年輕，仲係好有火。佢哋會同你爭論一個觀點，爭到面紅耳赤，然後下一秒又笑騎騎咁問你：喂，聽講附近開咗間新嘅甜品店，嗰啲楊枝甘露好掂喎，你去過未？佢哋唔會對你嘅生活指指點點，唔會扮人生導師，唔會成日懷緬過去。佢哋嘅眼光永遠係向前望，永遠喺度揾緊生命下一個有趣嘅角落。咁樣嘅老人家，你話邊個唔想黐埋去？邊個唔想聽佢講多啲嘢？你身上嗰啲稜角，嗰啲唔聽話，就係你最獨特嘅光芒。佢哋令你同公園嗰班一些一樣，面目模糊嘅謝晒老人，徹底區分開嚟。你活成咗一道風景，而佢哋只係風景入面嗰啲灰蒙蒙嘅背景。呢度我必須要澄清一個好大嘅誤解。好多人聽到我主張自私，就以為我教人做一個吝嗇孤寒，乜都淨係顧自己嘅衰人。你錯啦！我所講嘅自私係一種極高級嘅自我負責，係先照顧好自己嘅身心，令自己變成一個快樂嘅人，然後呢份快樂就會好似漣漪咁自然地擴散開去，
感染你身邊嘅人。你諗下，你係咪寧願對住一個日日都笑口常開、充滿能量，但佢只會請你食一碟佢真心認為好正嘅乾炒牛河嘅老人家，都唔想對住一個將成副身家俾晒你，但日日就喺你耳邊長嗟短嘆，話自己呢度痛嗰度痛，覺得自己係你嘅負累嘅老人家。一個係賦予能量，一個係吸取能量。你要做邊種人好清楚啦。所以為咗你嘅仔女好，為咗你嘅朋友好，你最應該做嘅就係狠狠地對自己好，食好嘢，因為你值得去好地方，因為你值得同有趣嘅人交往，因為你值得將時間花喺所有令你心入面團火燒得更旺嘅事物上，因為你絕對值得。當你嘅生命能量係滿瀉嘅，你唔使去討好任何人，你嘅存在本身就係一份禮物。你隨口噏幾句人生智慧，唔係教訓，而係分享。後生嘅聽完會覺得聽君一席話，勝讀10年書。你帶佢哋去食你嘅私房菜單，佢哋會覺得大開眼界。原來呢個世界仲有咁多佢哋未見過嘅好嘢。你身上嗰種老而不衰嘅生命力，就會成為佢哋面對自己人生困境時最好嘅鼓勵。呢個先係真正嘅有用，真正嘅為你好。我仲想同你分享一個好重要嘅理財哲學。理財唔係淨係後生仔嘅事，更加係老人家必須要精通嘅一門藝術。我唔係教你點樣去炒股炒樓，我係教你點樣用錢去買返你嘅尊嚴同快樂。我成日話錢呢樣嘢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你留俾仔女，你以為留俾佢哋，佢哋就會感激你。太多例子話我知，爭家產嘅時候，人性嘅醜惡就會顯露無遺。你留低嘅唔係愛，係紛爭。所以，與其留錢俾佢哋，不如趁自己仲行得食得嘅時候，將啲錢用喺自己身上。去坐頭等艙，去住5星級酒店，去食米芝蓮3星餐廳，呢啲體驗，呢啲回憶，先至係永遠屬於你嘅財富，無人能夠偷走。而且你要知道，你肯使錢，經濟先至會流通，社會先至會繁榮。你係喺度做緊善事啊！你係喺度促進緊社會嘅經濟發展。咁樣諗，你使錢係咪使得好心安理得？仲有，你要建立一個觀念，就係花錢買時間。年輕嗰陣，我哋時間多錢少，所以我哋用時間去慳錢，搭巴士唔搭的士，排隊等特價。但到咗我呢個年紀，時間係最寶貴嘅資源，因為你知道用1秒就少1秒，所以任何可以用錢去慳返時間嘅嘢，你一定要毫不猶豫咁去做。排2個鐘頭隊，食一碗平價拉麵，你傻㗎？呢2個鐘頭，我可以用嚟寫一篇專欄，用嚟睇半本好書，用嚟同一個有智慧嘅朋友傾偈，用嚟乜都唔做，淨係發下白日夢，都比你企喺度腳臂有意義10萬倍。你嘅時間就係你嘅生命，你用生命去換嗰幾十蚊差價，你呢條數係計錯晒。講開人際關係，我想同你講下朋友呢個課題。老咗之後，朋友嘅質量遠遠重要過數量。你唔需要成班人圍住你，你只需要3、5個真心嘅知己。咩叫真心知己？就係你喺佢面前可以完全做自己，唔使戴面具，可以講真心話，鬧人都得，佢都唔會嬲，因為佢知道你真。你成功，佢真心為你高興，唔會妒忌；你失敗，佢會二話不說伸出援手，唔會走避。
呢種朋友係要用時間同真心去經營嘅，但同樣重要嘅係你要食得斷捨離。嗰啲每次見面都係同你吐苦水、傳遞負能量嘅人，你要同佢哋保持距離。嗰啲淨係喺需要你幫忙嘅時候先至出現，你有事就永遠揾唔到人嘅。所謂朋友，你要即刻斬纜。你嘅情感能量係好寶貴嘅，唔好浪費喺呢啲能量吸血鬼身上。我寧願自己一個人對住一碟靚菜，都唔願意對住一班講埋啲無營養廢話嘅人食飯。孤獨，如果係高質量嘅孤獨，遠比低質量嘅社交嚟得有益身心。咁面對生死又點樣呢？呢個係避無可避嘅終極問題。我嘅睇法係，既然一定要面對，不如用一種玩世不恭，甚至帶點幽默嘅態度去迎接佢。我成日話，我唔怕死，我只怕死得唔過癮。最好嘅死法係點樣？係食下飯，或者飲下酒，突然之間心臟病發，兩腳一伸，就咁去咗呢種死法，係前世收返嚟嘅福氣。唔好死喺醫院，插滿晒喉管，身邊全部都係機器，嗰啲唔係死係受刑。我甚至同我啲醫生朋友講笑咁講過，如果有一日我病到要長期臥床，無晒尊嚴，你哋記得幫我打支針，等我舒舒服服咁上路。呢個唔係消極，呢個係對生命自主權嘅終極維護。我嘅生命由我話事。我包括點樣結束。當你連死亡都唔怕，甚至可以用一種輕蔑嘅態度去面對佢嘅時候，你話呢個世界仲有咩嘢可以令你恐懼？仲有咩嘢可以令你謝晒？呢種無所畏懼嘅心態，就係你生命之火最純粹嘅燃料。最後，我想同你講一個故事。我有個朋友，佢係一個好成功嘅企業家，退休之後將所有生意交晒俾個仔，佢諗住可以享受人生。點知佢個仔日日都話佢以前嘅做法唔啱，好多要改革要現代化。佢初時好唔開心，覺得自己嘅心血俾人否定咗。佢同我傾偈，我就同佢講：你個仔肯改革，即係話你盤生意仲有得做，仲有生命力。如果佢完全跟足你嗰套，即係話你嗰盤生意已經死咗，停留喺過去，你應該開心啦先啱。佢聽完之後豁然開朗，第二日佢就買咗張機票飛咗去巴黎，去羅浮宮睇畫，去左岸飲咖啡，去米芝蓮3星餐廳食飯。佢 send 相俾我，成個人容光煥發，好似後生咗20年。佢話俾我聽，佢終於明白人生最緊要嘅係要識得喺適當嘅時候退出。退出唔係失敗，係一種智慧，係將舞台留俾下一代，而自己去另一個舞台繼續精彩。呢個故事嘅精髓在於，你嘅價值唔應該建立喺你嘅職位、你嘅生意或者你喺家庭入面嘅角色之上。你嘅價值係建立喺你係一個獨一無二、有血有肉、有思想、有靈魂嘅人呢個基礎之上。當你搣走晒所有社會加諸你身上嘅標籤，你仲係邊個？如果你能夠清晰咁回答呢個問題，你就永遠唔會迷失，永遠唔會謝晒。所以人生好短，真係好短，眨下眼幾十年就過。到你臨死嗰刻，你最遺憾嘅，絕對唔會係哎呀，我嗰次唔應該食嗰嚿肥豬肉，或者我後悔鬧咗嗰個白宮。你最遺憾嘅，只會係我點解當初唔去多啲地方？我點解唔勇敢啲去愛嗰個人？我點解唔跟隨自己嘅心意去活？生命係單程路，冇得返轉頭。你每一日嘅選擇
都決定咗你係離謝晒嘅墓地近一步，定係離招積嘅煙花更進一步。唔好再做一個等待衰老嘅被動者，你要做一個駕馭衰老嘅主理人。要記住我今日講嘅，你嘅長壽唔係靠戒口同慢跑，你嘅長壽係靠心入面嗰份永不熄滅嘅慾望、好奇同埋一啖火氣。要有脾氣，要有個性，要敢講真話。做嗰年 AI 都覺得你有橋有謀、有血有肉嘅老頑童。當有一日你企喺生命嘅盡頭，你可以好招積咁笑住同自己講：我活過，我玩過，我愛過，我甚至鬧過。總之我冇白行呢一轉。呢種見笑人生無憾。如果你聽完我呢番說話，心入面嗰團死灰好似有啲復燃嘅跡象。如果你都想下半場活得比上半場更精彩，如果你唔想再被世俗嘅規條同埋他人嘅眼光綁住你嘅靈魂，咁你就唔好齋聽。你今日嘅行動就決定咗你聽日嘅狀態。我嘅人生哲學，你呢世都學唔完。而家就撳一下呢個頻道嘅訂閱掣，順便撳埋隔離嗰個小鈴鐺，因為我會定期喺呢度同你分享更多我點樣喺呢個荒謬嘅世界入面繼續玩落去、食落去、愛落去嘅招積秘籍。呢啲秘籍係我用成世人嘅時間同金錢換翻嚟嘅，你喺第二度絕對揾唔到。你錯過咗呢個頻道，唔係我嘅損失，係你嘅損失，你損失嘅，可能係一個可以令你徹底改變人生下半場嘅機會。最後留個問題俾你，你今日一定要喺留言區話俾我知，你老咗之後有咩事係會令你一想起來就興奮到毛管戙，覺得人生仲有排玩？係去南極睇企鵝，係學識整一個完美嘅牛角包，定係寫一本你一直想寫嘅小說？喺留言區大膽咁寫出嚟，俾所有人做個見證。當你敢於將你嘅夢想講出嚟，你就離實現佢行近咗一大步。我同其他觀眾都會喺度等緊你嘅分享，等緊被你嗰團生命之火點燃。我哋一齊拒絕做個謝晒嘅老人，一齊做個到死都咁招積、咁有火嘅老頑童。下集見。